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1月初10，罗马书14章13节安尼讲，所以咱毋通搁再互相批判，反正着决心，无做互兄弟也是姊妹的信仰受阻碍、绊倒的事。三甲来祈祷，哀愿毋通互相批判，决心无互人绊倒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活命的源头，你是永存的主宰，主啊！愿要来敬拜你，也要学习你至圣的名，因你用智慧创造天地万物，用主爱看顾世上万民，用恩典扶持属你的百姓。主啊，愿感谢你赐下主耶稣，互阮通转变成做新创造的人。主啊，阮常常会用家己的标准来批判人，较袂记你才是唯一的审判者。主啊，求你赦免阮的骄傲自尊，互阮知用基督的眼光去看待人，用疼、包容、用恩典三款待。主啊，因为你无爱阮三批判，你爱阮无做互人绊倒的事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